我打开这个东西。好，感谢，其实刚好没问题。一层就好了，2层我觉得应该1层。就好了。对，因为光是这鬼东西均值起来很可怕。你不要太多呢，对啊，要不然太厚会自己老出来没。对啊，不过其实其他的是要装饰在蛋糕体上面。好，我大概欠100公克。均值机。对，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蛋糕夹层，我还必须把它打成泥。来吧。丢下去吧。真是谢谢你们了，真是感谢你了，绿小。均值吧，打散吧。请问我这是在打什么副食品吗？我这个东西居然要放在蛋糕夹层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凸起来了，我们这次把它剪短一点，应该不会再凸起来了。接下来猪猪要来放上这些万恶的鬼东西，鬼东西，鬼东西，尤其是这个鬼东西。